82课片话母音的练习。例词：天、青、青、寒、歹、解、串、欢喜、流汗、电影、关门、寒天、无胆、哈惊、动快快。例句：第一句，无胆的人上惊人创治哈惊。第二句，看到蓝蓝的天甲青翠的草木，心情清爽。第三句，读册读到困去，汗面煞醒起来。第四句，大颗人困的时较会寒。第五句，贼仔歹甲动快快，狗仔看到一直解。第六句，看电影看到人要关门串互我枵毋煞。第七句，寒天爬山流汗真欢喜。